请问2月21日是国际母语日，就是要鼓励大家吼爱保存咱的母语。啊，一开始吼是为着要纪念倒一个国家的母语所做的活动呢。哦，这题噶啦，是安那？你是安那知影？你搁知影？为什么你因为是有就做白国金族吗？白国家的人伫南非啊，搁有政府，唔是南非人，所以南非的人就被记哩啊。哦，你讲伊遐可能有足侪。 无共真侪国家的人啦，无共款的民族啦，民族真侪啦，是。啊，拢住伫南非。哦。比拢是共款的人伫。系啊。啊，孟加拉你家己去倒去？孟加拉就是有落好嘛。哦，有海有好啦。你听有哦，落好，老好，落好偏的遐啦。嘿啦，就落好啦。看你是要落腿裤还是要落地骹？ 用电锅来去落啦，落好啊！所以你的感觉是南非，确定吗？民族较济啦，可能爱鼓励讲大家，虽然讲咱即摆拢讲英语，因为南非即摆拢讲英语较济，啊是还是希望因家己每一个民族会记得伊的因的语家己的话会记。为字的时阵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是所以你的答案，我的答案是 C。 为虾米就是天公伯啊，要恁1万块啦。开辛苦啊！嘿，开辛苦。好来，你有答案无？嘿，你有一个，啊，我只有一个。两个凊彩有一个嘛有咧。啊，以色列。哦，这不是凊彩有一个就会这丢啊。一定有答案的啦。因为以色列他灭过国啊，灭亡过。你会使较大声，因为伊即马无法度回答吧？安尼我要回答吧，是不对是？吼，阮感觉以色列，为什么？以色列，因为伊捌灭亡灭国过，灭国过了，伊的民族全部在全世界各所在，拢依靠咱。是。 好，你讲因才有迄个力量，通我推动这个活动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B。咱是孟加拉啦，吼，啊是安尼就是讲，伫个1947年，即个巴基斯坦因独立了后，因就分做东巴基斯坦甲西巴基斯坦。啊，毋过伫即个孟加拉，因足侪人就是即个东巴基斯坦吼，伊是应该爱讲孟加拉语，就像咱台湾应该是，若台湾人较侪，咱是讲台语啦，是德语原的语族啦。啊，毋过迄当阵因就遐较大2趴，迄个就是因讲的迄个乌尔都语，敢若2趴尔，啊叫98趴的人去讲2趴的话，吼讲甲因定做国家语言，所以即个孟加拉因就是伫1952年，因就伫迄个。 就起来抗议，啊！而且迄当阵是一款有劳血吼，就是讲，有牺牲着家己的迄个性命啊，是安全啊，身体安尼，所以对，啊，就一直到迄个联合国就注重着即个代志嘛，吼。然后伫即个1956年开始，因较甲即个列做官方语言，然后到1999年的是。 即个孟加拉，佮甲联合国讲，吼，所以就变做咱联合国甲迄天定做2月21，因为就是因去抗议迄天，甲定做世界母语日。